他没有对我置之不理，我知道他内心很关心我的。因为他是前辈嘛，想说他会不会就是比较严格，但没有，他就是暖男。好啊，甲面线，一个爱掺水，一个爱一头白头。生活无相共，想要到结果会变甲这呢薄。亲像你甲我，本来无熟悉，今嘛斗阵伫这。你想要听歌，我着弹吉他，唱歌予你听。我甲你着亲像是红面线，无味的人生若是有你着拍。我若感觉孤单，拢有你陪我。原来欢喜是这么简单。阿信有没有传讯息给你？啊？对，他对你置之不理。他没有对我置之不理，我知道他内心很关心我的。可是他没有用行动表示。对他就是在心里。他有跟你说遇到记者可能会问什么问题，要怎么样回答？上礼拜我们有开那个 Clubhouse 啊，就是他有就是在上面教我们。他怎么教？他就是教我们，你们问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多多宣传自己的专辑。第一次见面的状况吗？就是很紧张，然后我也不太敢说话，我就这样看着他，然后就说，是电视里面的人。他就说，对啊，你也是电视里面的人。对，因为他平常也是看我翻唱。对，因为他是前辈嘛，想说他会不会就是比较严格，但没有，他就是暖男。有没有例子啊？例子多暖？就是像我们公司开会，他都会给我2倍分数啊，这个我其实蛮惊讶的。给你什么？哈？给你什么？就是给我2倍的票数，因为我们就是团队，就是要开会讨论一些东西。我以为是2倍的咸酥鸡。2倍咸酥鸡也可以，就是为了就是镜头好看一点。这有瘦吗？有啦，有一点，但还在努力当中，还有差一些距离。我自己的标准的话，我是觉得再瘦一点点就可以。1点点是3公斤。差不多。不会，我妈也是希望我减肥。所以妈妈也觉得你过肉。对，妈妈就说你现在瘦了吗？有瘦吗？每次就是她传讯息来，就是说你有瘦了吗？这样。